陈大大，追！是。我走了，一欢怎么办？他冒险向我示剑，一定会暴露自己的藏身之处。他轻功虽好，但此刻重伤未愈，一定会很危险。可是我回去也救不了一欢，反而会把自己也搭进去。一欢几次为我不顾生死，我却自顾自逃了。我如此胆小自私，又有何德何能君临天下？我不仅是一欢的龙小弟，更是大清的皇帝，又岂能因小失大？龙小弟，快走！龙小弟，这个时候千万别讲什么义气，你可千万别犯傻，不然我会看不起你的。死丫头，轻功那么好，武功却平平。现在我刺伤了你的脚，看你怎么跑！带走。是。起来！龙小弟，你快逃！千万别管我！快点！快逃啊！大师兄，小师妹和康熙呢？看来他们已经离开了。只有一张床。大师兄啊，倾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的伤还没好，这一路逃避追杀，怕是又把伤口震裂了。要不你先去找他们吧，找他们要紧。现在这里是安全的，你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我先去找他们。嗯，我行动不便，就不拖累你了。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马上发出信号，我立刻赶回来。你放心，我只是腿受伤了。一般杀手还近不了我的身。好。